来化交给司法院最高军事单位来审判。中华民国的军事审判绝对是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。我应该是玩欧的啊，那个惨凄惨的这样子吼，刮破整个那个监狱吼，连单独都有看，你讲我哎，应该是玩欧的啦。我连续超过15天伫地下室吼，安全天的地下室啊，外口一个伊也不断的弄做问题吼，到尾因在底下编故事吼，写一大堆的自白书啊，什么的吼，录音的到尾当编个故事，啊，因为当你意志消沉吼，交你做实际的时候，才叫你参与啊。我袂敢讲话，因为我无够，个地位无够分量，因看都无看，个身份无够悬，再生心嘛无够，千目睭来只有财团，目睭来无台湾，无人甲讲正义，第三期搁有电电，搁有白当讲台语守规定，受着中华民国统治的百姓恐怖，受着国民党统统打连台湾看无出路，受着日本教育的阿妈阿嫂，应该受着日本的事件的，迄是迄天，政府无悔无情的，亲情大是民俗家下，甚至要你是在抗议，不管伊无甲伊死无要紧，伊不管你是人会人目屎的，不管头壳的身体打过几摆，不管你是啥千军正的心中，伊是咱们台湾英雄，必须要胜利的版。你个把妹弟啊，高超比把你给抢啊！一个推来成大啊，把赛马打。不可能原谅，当初你跟我的尊严，单地拖卡，我的胸啊，我的苦啊，我的生啊，我台湾的家。无尊严，无人情，无自由，无信任，无人敢讲啥物，每一个人头来来看我看你目睭紧紧看，你把后背就插起来证据，好个的人抓起来警告，是无人所警戒，用尽抹了历史经验，对我国民党嘛变白菜，38人来抗议，都说说伊讲，国民党了我的人只会当了我尸体。地南两位自由描述生命，无啊那是我伫迄个时代参加比的倒拼输赢，无人知影迄时的真理无散的，台湾新的命案，还未大案，台湾是台湾，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性命牺牲保护你，若是想要做，真先来出面台湾，我中国，我甲你讲。你个放袂记啊，高三你把你的枪啊，一个军来出战啊，把赛马打，无可能原谅，当初你甲我的尊严，单地拖卡，我的胸啊，我的困啊，我的生意，我台湾的家。你个放袂记啊，高三你把你的枪啊，一个军来出战啊，把赛马打。你甲我的尊严，单地拖卡，我的胸啊，我的困啊。向你黑暗来演会甲相片，你是无辜的当初拢无人会相信，你的家己去互等啦，每句会过去呀。到即摆艰苦嘛是扛伫落地啊，无人知影路是安怎行过来，目屎无缘故倒滴落来。好，即摆足侪人毋知影过程，至少爱知影台南乡长叫蒋介石啊。听到没有？经过3遍来道路细细变成恐怖，目前主要一个动作，就是把目睭合起来，把耳仔抛开，听一寡故事，感谢努力。8月3月18号，军法大审正式展开，但就在大审前的2个礼拜的2月8，联立岛8名被告之一林雄家中发生了3死1重伤的灭门血案，60岁的母亲。才7岁大的双胞胎祖孙3人遭人潜入家中刺杀身亡，而长女则是在牢里一段时间也很辛苦，出来以后还是很辛苦，为了生活。国民党他们到处都是捣乱。我非常非常爱他，更尊敬他，因为他爱的小小的一个外在英雄。如果
上啊，我来困啊，我来相信你变成永无。感谢劳咱在座的台湾人，感谢人好音乐柜，感谢鹅寮翡翠小摇滚，只要咱精神进步。 自由都希望，自由是啥物？自由就是做家己的主人。虽然这个主人做真辛苦，可只要咱调调，永远都有甘破，永远都会当相放破。你讲对不对？最后我给大家 TCNTW 小伟啊，阮做单个台南来到这咧，来到这上主要的。 那是想要拍一句，我主张台湾中国一平一国，感谢老人。